心靈交響曲。人可以有能力幫助別人到永遠嗎？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詩篇146篇8節，耶和華扶起被壓迫的人。詩人邀約民眾與鼓勵自己要讚美神，因為詩人一生在經歷耶和華的幫助與信實，勸告眾人要倚靠耶和華，要歌頌耶和華，讚揚耶和華。我們的神勝於君王，勝於世上所有人。人信靠創造天地的主，是神所喜悅的。因神的公義會為受屈者伸冤，神的憐憫賜食物給飢餓的人，神的威嚴將人從罪中被釋放，神的奇妙作為使瞎子開眼，神的慈愛扶起被壓迫的人，神的聖潔使惡人的詭計落空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神是配得讚美再讚美。詩人激勵我們要讚美神，要天天，要日日讚美神。耶和華作王要到萬代，直到永遠。我們一起禱告，我們要讚美神，在順境歡樂時，在逆境悲痛時，都能讚美神，無論在任何境況。因為讚美神是人生最終的目標，我們要全心信靠救主耶穌基督，仰望創始成終的天父上帝，聆聽聖靈保惠師在心裡的提醒與安慰，必讓你我能天天讚美神，日日讚美神。立定心志倚靠生命的主宰救主耶穌基督。以上感恩的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祈求，阿們。心靈交響曲，語頌情深。每日靈修分享。約翰一書4章16節，上帝就是愛。使徒約翰在晚年時面對着異端的興起，否定神的創造，撇除耶穌的神性，高抬人的知識，藐視神的救恩。約翰教導眾人，要承認道成肉身的主基督是我們的救主，要認識愛世人的神，為了愛世人而差獨生子來到世間，要洗淨我們的罪，為要使我們得以完全。神將他的靈賜給眾人，聖靈就住在我們裡面。凡愛神的，神的愛就在心裡。因着信而知道神就是愛，這愛住在我們裡面，激勵眾人能彼此相愛。這愛在時刻伴隨着作為幫助、督責、提醒、帶領。我們一起來禱告，愛世人的神因着愛，派來獨子耶穌，藉着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，盡然彰顯上帝的愛。眾人因着信主耶穌基督得着新生命，這新的生命是彰顯着得救的確據。在彼此相愛中，聆聽聖靈的帶領，活出三一神的愛。以上禱告，藉主名求，阿們。心靈交響曲，為何要苦服？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
詩篇31篇5節，耶和華誠實的上帝啊，你救贖了我。以色列君主大衛，他告訴世人，他的人生雖常要面對苦難，但耶和華神常來解救他，就算是在失敗錯誤處，在軟弱無助時，神的眷顧必然來。他大衛要俯伏於神的前面求幫助，因為他認識耶和華是一位公義的神，是穩如磐石的保障。只有耶和華神才可以救他脫離一切患難網羅，指引他行當行的路。就算是排山倒海而來的衝擊，確信神的信實定然的保護他。他知道神是慈愛的，不會對他所愛的兒女們置之不理。來，我們一起同心禱告，願你能領略救主耶穌基督對我們的救恩，是父上帝賜給我們的堅固保障。在警醒的祈求中，細心聆聽聖靈的帶領與提醒，仰望父神的旨意，遵守主耶穌的吩咐，廣傳福音，將榮耀歸於父上帝。以上祈求奉主名禱告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，來自天上的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歌羅西書3章15節，你們也為此蒙召，歸為一體。保羅向歌羅西教會信徒作出提醒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，我們必須跟隨着主耶穌基督的腳蹤，遵守神的一切吩咐，叫眾人小心面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在彼此包容、彼此饒恕來作聯絡。這聯絡必須要用從天上而來的愛心作為聯繫，其他德行、憐憫、恩慈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要與愛心相輔相成，才能得以完全。保羅強調，愛心、平安都是從天上而來，叫我們常存感謝主、感謝天父上帝的心。來，一起禱告。基督徒同連結於主基督為首的教會，在神的家裏各人如同身體各部分，彼此配搭，彼此支援，因着神的揀選，以聖經神的話語來彼此教導與勸誡，用感恩的心聆聽聖靈的帶領。以上祈禱懷着感恩的心，奉主名禱告，阿門。心靈交響曲，獨特又多元化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哥林多後書12章9節。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保羅被主耶穌親自呼召，主的顯現與啟示，讓他醒覺他人生沒有什麼可誇，因為人是那麼的軟弱沒有能力。但他為了主基督的緣故，他樂意忍受自己的軟弱，身上的那根刺，一再提醒他的不足，
他沒有什麼要誇口，要高舉是主耶穌基督，要將榮耀歸給神，因為所有的一切皆來自天父上帝。保羅訴說，他為主傳福音，勸勉人要悔改歸信神時，要不斷面對自己身上的刺，使他感到軟弱不敢自誇，雖被凌辱在急難、受逼迫、常困苦中，仍緊緊向神祈求，依靠神，尋求主的幫助，讓他領受是主的恩典夠用，在人的軟弱時，正是彰顯主恩典覆蓋的能力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，一切榮耀歸於天父上帝。要謹記人生一切的恩典皆來自救贖我們的主耶穌基督。在我們軟弱時，有着內住在心裏的聖靈保惠師給我們加恩加力，讓我們能夠面對人生的各項挑戰。以上祈求奉主的名禱告，阿們。心靈交響曲，為了什麼？每日靈修分享，看福音11章53節，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。約翰為我們記載了那些位高權重在公會聚集的大祭司與法利賽人，他們要殺害耶穌的原因，他們究竟害怕什麼呢？那麼的恨耶穌入骨，而要引起這殺機。主耶穌降卑，來到眾人當中作生命的影響，更帶來醫治，帶來安慰，是神的榮耀，將人從罪中救活，使人領受是屬天的福氣，能叫人得着新的生命，除去罪惡的捆綁。宗教家對救贖的主耶穌未能信服，也未能認識，受着撒旦魔鬼的引誘，恐懼百姓跟隨耶穌，而害怕自己的利益、地位被動搖。大祭司與法利賽人滿心的詭計，殊不知道救主耶穌基督正在甘心的順服神救贖世人的使命，一起來同心向神祈禱。耶穌基督甘願的為着世上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，讓信靠他的人有着人生的盼望，在永恆裏有份。但是很多人仍未能認識救世主耶穌基督，不曉得父上帝的救贖計劃，來跟隨聖靈在你心裏面的帶領，領受神給你的好福氣，成為天國的子民，神的兒女。以上祈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，阿們。心靈交響曲，你可體驗得到嗎？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詩篇139篇14節，我要稱謝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大衛經歷從牧羊人，成為掃羅的勇士，卻被掃羅嫉妒追殺他。在耶和華神的恩膏下，大衛成為以色列第2代君王，卻被其中的兒子押沙龍叛變。他深知創造宇宙萬物的耶和華神是
無所不知，無所不在，無所不能。他要常常的倚靠耶和華，靠近耶和華，跟隨耶和華神，這樣他才會領略神的聖潔與公義。他祈禱，求神的手引領他，扶持他。創造我們的神是奇妙可畏，去到那裡耶和華神都是我們要全心投靠的。來，我們一起同心禱告，我們在喜樂感謝神，我們遇患難求告神，我們坐，我們行，我們的思想，我們的言語，內住的聖靈保惠師，都早已經知道，當要全心仰望，投靠愛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。以上祈求用警醒的心，奉主名禱告，阿們。